今日分享個只需要一次發酵，一滴水都冇加嘅鮮奶饅頭。呢個配比整出嚟，唔單止蓬鬆香軟，微微地嘅清甜，奶香味十足。個仔話仲好食過小麵包啊！鍾意嘅姊妹們收藏起身慢慢睇啦。用到嘅食材都好簡單嘅，具體嘅配比我打喺屏幕度。整饅頭嘅麵團呢，相對比整包嘅麵團要偏硬少少。屋企有廚師機嘅姊妹們可以同我一齊偷下懶。全部食材倒入去調2檔，打到佢麵團成團之後，加入1匙羹嘅豬油。佢唔單止可以增加饅頭嘅柔軟度，仲可以令蒸出嚟嘅饅頭更加白淨啲㗎。整饅頭呢就唔要求手套膜嘅，無論係用手搓或者係廚師機，只需要猜到個麵團表面光滑就得啦。呢個時候切開嚿麵團呢，仲係會見到有氣孔嘅，咁就要開始用手動嚟排氣咯。呢一步非常之關鍵，想蒸出水光肌嘅饅頭，呢度就千祈唔好偷懶啦。好似我咁樣將麵團碌長之後呢，3節跌，再反轉嚟繼續碌。呢個過程大概需要重複4到6次，因為每個牌子嘅麵粉吸水性都會有啲出入嘅。如果你開出嚟嘅麵團偏硬嘅話呢，可以包實個保鮮膜，放喺雪櫃保鮮陳鮮水嚇佢10分鐘，再攞返出嚟操作會輕鬆好多㗎。最後將佢碌成厚薄均勻嘅長方形，捲返起身。捲嗰陣時呢，啱啱開始呢個位置就一定要捏緊捏實，如果唔係蒸出嚟中間係有氣孔㗎。到咗中間嘅位置就可以咁樣碌住嚟捲啦。成個過程都要確保係捲緊捲實嘅喎。到咗收口嘅位置，又將個邊撳薄少少，咁樣方便埋口嘛。再反覆碌多佢幾下，將佢搓實搓長啲。今日要整嘅係刀切饅頭。直接用刀將佢切成3到4厘米咁上下嘅闊度，檢查下你睇，咁樣係完全冇氣孔㗎喇。放入蒸籠度發酵，揾個礦泉水樽撳一粒麵團落去，方便觀察發酵嘅狀態。我呢個鑊度係放咗啲50度嘅暖水嘅，大概發酵咗70分鐘，見到佢高出1.5倍啦，捻上去呢，佢可以好快速咁回彈，咁就得㗎喇。凍水上鑊，水滾之後轉中大火蒸佢12分鐘，關火再焗多3分鐘先開蓋。哇，你睇下，隻隻都係水光肌㗎。咁樣蒸出嚟嘅饅頭非常之蓬鬆香軟，又唔會好甜，奶香味十足。浸皮仲可以咁樣撕住嚟食㗎。自己整嘅乾淨衛生，食得放心。講得咁詳細都睇到呢度咯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〜